我即马吼，本村来对，以前就真正起来吼，啊，那三点一点过来那地，看咧，啊，变到，我这乌手吼，永远不是阿三就对啦，不能讲这个啦吼，哎，我走来顶来讲，就对啦。我这是真的啦，我这是真的啦，就三点，我这是真的，我这是假的。意思是讲，咱人是安尼啦吼，拢言假有真，咱真正真的地方唔对，咱要听意思，言假有真，所以咱这种言假有真，啊，真正真的你言假，真正真的，你的主神真的言假，哦，你的主神真的言假，你的地名真的言假，你今日下当修持出来路线，唯有就是你回归着你本性清净，爱对你的心用功夫，叫做练心。研究性，你不用对，所以你学到就是这样，这是咱认真讲，咱这世人离后边，咱们最后一里路，后边这里路啦，一些是重要，高见的，咱要想通啊，咱离生到即摆，我想，我就知，我们这世人欢喜较济，爱痛苦较济，100%嘛痛苦较济。原迄个两日哦，囝咧不好啦，连孙咧唔听话啦，连安怎啦，连家庭连阿三到底太太安怎？你这个社会中间麻烦，学习上的问题，家庭上的问题，社会上的问题，公司上的问题，公司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咱今日看我种万事如意，咱我种万事如意有无？哪种万事如意也说，万事如意哦，一切不如意哦。我可以万事如意，万事无如意啦，不是万事如意。万事无如意的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人生是痛苦。所以咱人生啊，讲生老病死苦，讲要感谢苦，苦的代表无弄，啊，现在苦，是安尼苦，甲你讲嘅，就是你家己管理家己管理啊无好势。咱足济人吼，无啥管理家己，要管理家己，对不对？拢把人的痛苦啊摕来错的，我把人的痛苦摕错的，咱错的，你就不能袂记袂过去，咱错的你就不能袂记袂过去，咱一句话反正甲你一世人就无出来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是执着，所以佛陀甲你讲，用菩萨我上义上众生受，众生上受者上正，解脱菩萨，佛陀甲你讲，哦，我较早。我想讲这个故事，啊，这嘛是真实的故事。阮隔壁，中央我隔壁对面那个天上嘛，可能在这两做前班，天上嘛才变几岁，奇怪，我三万好钱，他钱。我讲天上嘛，天上嘛，天上嘛，你有歌哦，来歌哦，妈，你无，你无，我天上嘛，你讲你有歌，你啥无？可害怕了。听见一个吼，不得，我觉得咱可会怕，咱就对了吼。我那三分是安怎？哦，我18岁时阵，你讲28岁时阵，18岁时，甲你是84岁时阵啊。哦。安尼我说咧，这18个78，应该是，你干嘛呢？讲吼，这时候的时阵吼，我去甲老太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传真啊，我是。老太哦，叫安钱啊，安尼啊，那叫车开叫安钱啊，我袂，安尼啊，叫车嘛吼，啊，肯定咁跑车死啦，啊，后面车跑完了对了吼，哦，意思咯，做气的做车的对啦，你敢跑车，你跑车，那你啥老会对，那第八点是5个发电，房间的倒水你对种倒起。咱这受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尤其迄阵日本嘛，又来到台湾，你什么人偷摕物件？你上较早做伊来时阵无？大港，这老拢知影，大港有靠了无？啊，拢话偷掠了无？大港啊，啊掠了我去啊，靠到爱去啊，骗，哦，做水怪就是傻个。啊，免啊，过分啊人，养出来，养出来叫
听是解脱念就来头，安尼人无。所以人的执着叫做啦，灵不讲叫做受者相，受者相，什么叫做受者相？受者相叫做执着，众生相叫做分别。安尼听，所以佛在咧讲四相，我上人相就是我上人相，有你甲我的对立面，有众生相，众生叫做分别。你讲一句话，我爱听，我听。你讲一句话，我听无爱听，我听都是的，敢听呢？但是，迄个第三个走到几底，第四个迄个受者相叫做执着。是咱佛道的用执着来讲叫做受者相。咱讲修就是会修的修嘛，敢听呢？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今日你的身躯健康啦，你去到医院病院检查一下健康，检查出来医生来讲吼，某人你的肺部有生着脑的。你安尼进一步调查，迄阵你听着有无安怎？吼，世界无变，感谢无命明天啊，我唔讲啥。迄叫做执着，证明啊，执念迄粒是来好来坏。哦，你是要办，来发好。你是要办有快乐无？我为什么你是要办？食饭来想念，下面变做来想念，下面做来想念。你想迄想到尾啊，去到医生馆，天天要去听报道，迄是滑到叮当的骹步鱼，你敢知影？希望阿弥陀佛，会当我保庇我这是好的，后日我要替天做代志，互阮世界平安，敢是安尼吼？有缘感觉无缘就对啦吼，就麻烦啦。既然啊，人体中四大语言先嘛，安尼体中四语言，安那个执着嘛，医生来看来，全神贯注，迄人对我讲起，迄叫做静如如啦吼，迄心拢笃定，安得出真心啦，拢袂动啦吼。伊爱甲医生宣布我是死的，但是就是有对啦吼。医生甲你讲，你搞啥来？吼，听一个哪样挑戏？你搞啥来？啥人就是讲，健康，可能是白的。医生吃饭，你才靠，你靠人来了，你的牺牲。所以你的牺牲，咱的心态。医生来讲，宣布讲你这是啊，先流啦，吼，上天上地，上后边上前的，安尼对啦吼。医生来讲，你这是恶性的，你个会成为当然吼，你只要有目屎就当然，我世界就记得吼，啊，我一世就完蛋。咁是安尼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受者相。什么叫做受者相？受者相叫做执着。啊，你讲听，咱老爸最后，医生来看死人的时阵，你等于想着老母娘，咁是安尼，你身体健康拢袂想老母娘，人想到边啊？迄个高凌风先生啊，高凌风你听无？青蛙王高凌风啊，伊要死的前一句话，你点是咧？讲的我冇听着。我去死啊！我先生他救你，歹代志，咱做这节目讲啦吼。我去死啊！我先生他救，先生他救就歹势歹代做这嘛，对不对吼？人之中是言讲，但咱过一节日，咱袂讲，因为讲，咱讲有得着三不行嘛，咱有得着性命的嘛，咱就顺属来做个客串，咱有命令做书，做咱的啦，做咱的，咱是伊的惯效。咱后壁来讲来意，命令净土来意，来安怎？讲命令啊，咱的时阵啊，为了做事啊，当伊一个迄个我所讲的强世界，安好无？好。但是记得吼，我是准备一个讲吼，但是慢慢谈吼，先谈较亲切啦吼，差不多2礼拜比赛，对啦，因后的节目是10点钟节目吼，因为节目就是啥，是维度上，伊就咱这帮少年啊，带动一些一年一度的一个活动吼，办一个这个叫摸彩，每个月摸彩，受佛光普照啊！安尼无我即个所在啦吼，最
以外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哦。感谢点头支持的全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在这里跟。